炮制南阳为主游，北征东讨千两绸。时来天地皆同理，拼取英雄不自由。宋叔，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这是您当年在清寒州最喜欢的诗歌，年幼时还常常念给我听。难道宋叔认为这些我会忘记吗？这位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怎会认错？宋叔，我一直以为你离开军营是回老家了。如今我来玉京了，你快随我一同回花家吧。小姐，你看我现在，我过的是舒坦又自在，晒太阳喝酒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小姐，宋叔这是怎么了？我们花家再怎么说，也比这大街上好吧？他只是不想拖累我们。当年他也是因为受伤了，不能再上战场，所以才主动提出回老家的。咱们先回家吧，让我再想想。大哥，我们今晚就要行动吗？当然是越快越好。哪里来的酒鬼啊？好酒，好酒啊！哇，他把守卫也过来了，你走。花家种地，不要靠近，到别处喝酒去。去。都怪这个死酒鬼，撤！宋叔，多谢您昨夜在花府附近守着，刺客才不敢靠近。虽然您没说，但我就是知道。小姐，宋公每天有酒喝，能晒太阳，就已经是好日子了。宋叔，我实在是不想。你随我来看看，若还是不愿，我也不强求。宋光听令。末将在。宋光听令。末将在。宋光听。小姐，你就别耍宋光了。宋叔，我想念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会耍你呢？你看看你，骨子里就未曾忘记过，你还是花家的那名老兵。可是我现在，我是个废物。我花家练出的兵，怎可能是废物？你是怕拖累我。可是宋叔，我是真的需要你。这是花家的密语写成的，是你有意提醒我的吧？你既然知道我身处险境，又怎忍心看我独木难支？鸢尾出去招工了，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。宋叔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的。小姐，算了吧。
将在。招工啦！快来看看！来，招什么大家都来看看，哪招工啊？中国大钟灵虎招工。来，收我！我力大无穷啊！收我！我有10年做工经验。哎，你做工吗？啊，我做工的，我叫小白，多谢小姐。那就你。收我！快！招我呀！招我呀！你收我呀！多谢小姐，收我呀！小姐，这些我可都是按照你的要求精挑细选出来的人。小姐，为什么这么着急招人来收拾庭院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是前院的摆放，这些树和山都要按照这个方位摆，千万不能出半点疏漏哦。好，松叔，这个需要请您亲自盯着他们去摆放。好，我会盯着他。一会儿去给大家弄点热茶暖暖身子，以后琉璃还得拜托他们照顾呢。好。哎呀，可能是出来的时间太久，酒气又犯了。快，扶我回去休息吧。走。这个放哪儿，苑薇姐？这个放那边去。好。这个就放那边吧。好嘞。辛苦啦。哎，小白，渊薇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呢？怎么不找人帮你一起啊？那个，哎，不用，渊薇姐，这不算什么，小白可以的。啊。你们几个一会儿就在那一片种几棵树，然后挑点水到这边来。中间再放几个大石头，就这样。好，去忙吧。好的，苑薇姐。好的。渊薇姐啊，啊，不应该啊，这个位置不应该是土啊。我们小姐说了，要在这里呢开垦2块菜地，待到春天的时候就能种上菜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行，姐，那我先去干活了。去吧。小张，这匹马一定要擦干净，等一下我来检查啊。好嘞，苑薇姐。哎，小李啊，哎，你去找几个兄弟，把这个钟挂上去，一定要准确啊。好嘞。去吧。渊薇姐，哎，走啊。大家都过来一下。小姐说让你们休息一会儿。大家都忙了一上午了，真是辛苦了。快来喝杯茶，暖暖身子吧。来，小姐辛苦了。我哪有你们辛苦啊？只是我这身子实在是不中用。袁伟，你帮我给大家分分茶吧。好。哎，来，兄弟们喝茶，来，走。来，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小白最辛苦，你先喝。谢谢渊薇姐。什么？什么？小白，真是对不起。
我们花家实在是用不上那么多人，今日的工钱，我会以3倍的量给你。这不公平，这为何是我呀？是啊，小姐，小白是最努力、干得最好的。小白，你有多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但是出来工作最重要的是开心嘛。你如此之优秀，其他人都觉得好累的。是啊，没错。所以，还是请你另谋高就吧。来，吃面。宋叔，这个就是清寒粥的味道。我也是很怀念清寒粥的味道啊，也想一直陪在将军身边。宋叔，我们都已经赢了，爹娘也快回来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该让它过去了。是我多想了。小姐，我们都已经做完了。真是辛苦小李哥哥了，快让其他兄弟们也去歇一会儿吧。谢谢小姐。还是小姐有办法呀！现在大家都干劲十足。当然了，小姐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赶小白走啊？那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小白走了以后，其他人都更有干劲了？才1个下午就把庭院都收拾好了。对了，好像是这样。这个就叫做人不患寡，而患不均。人就是如此。若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出挑的话，那其他人都干不了活了。那也……更何况他是太子殿下的人。啊？你怎么看出来的呀？不就勤快那么一点，就能是太子殿下的人了？那你求我呀？求你。求我也不告诉你。宋叔，袁伟啊，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一直讨好你？而且咱们院子里阵法的布局他都明白，你说他能是普通人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是巧合呢？吃，小姐吃面，快吃快吃，好吃。世界上那么多巧合的事情，万一真的是巧合呢？就是巧合。我们终于找到了最佳时机，我们终于迷倒了太子部下的眼线。保持队形。走。这一次，我们分头行动。
小子小心！殿下，这些都是陛下让属下拿来的。满纸荒唐，是玉京被管得太过安全了吗？这些家长里短、街头巷尾的事情，都可以拿来写成一份奏折。殿下，花县主的西郊花宅发现一名刺客。刺客，一群废物！太子殿下，您可算是来了。这玉京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臣女早上一起来又演起来了，就看到，对，我一早上起来就看到这个人躺在这里一动不动的，手里还拿着那么长一把剑。小姐，玉京肯定有人针对我们，我们还是回清寒州吧。裴继怀也算是很机灵了，却这么快被识破。这院子看起来稀松平常，却暗藏玄机，对付几个刺客绰绰有余。花琉璃，你不简单呐！确实是刺客不错，不过昨夜是谁制服了这位刺客的呢？琉璃哪里知道呀？本想着太子殿下会保护好我，可没想到还是让刺客混进来了。还好爹爹心疼琉璃，派来了高手松树和鸢尾保护，不然琉璃哪有命再次见到太子殿下呀？看来是被他看穿了。哎，太子殿下，您还是把土豆还给我们吧，我们还要吃的呢。挺新鲜的。太子殿下放心，我武功高强，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。小七、小八，在。把人拖下去。是。见不得。他们拉走了，拉走了。唉，花县主真是蕙质兰心。不过几日时间，就将这宅子打理成这样，人也一个个似乎变了个样子。明日进宫面圣，县主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！臣女自然是不敢怠慢的。走了。恭送太子殿下。看来明日面圣又是一场硬仗啊！小姐，快来不及了！小姐，快起来了，要进宫面圣了！小姐，快穿鞋！都怪太子殿下
啊，让我们住到西郊来，天不亮就得起床。走，快一点，要迟到了。惨了，惨了！你戴这个好看，还是戴这个呢？这个，戴这个，一起戴。你看够白了吗？小姐，你别拍了，又拍红了。没事，一会儿上马车上接着拍吧。袁伟，啊，你去把我最素的衣服拿过来。最素？今日不宜太贵，怕是连命都要保不住了。我有预感，今日不会太容易过去的。小姐，你再怎么装病美人，这唇色也是遮不住的呀！啊，哎呦，那可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她成为我病美人路上的败笔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姑说好今日要送县主面圣，怎肯食言？哟，看来县主今日是精心打扮过，跟往常更不一样。好看对吗？殿下今日也不简陋了呢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鸢尾。你先回去吧，今日由姑送县主上路。啊，上路？鸢尾，既然有殿下送我去，你就先回家办别的事情吧。好吧。哦，太子殿下，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我家小姐救命的药，这个是大喘气时候的药，这个是迎风吹的时候的药，这个是腰晕倒时候的药。殿下，你一定要记好了，我家小姐的命就交给你了。花县主今日为了面圣，都做了哪些准备啊？朝堂之上，可没那么好蒙混过关哦。我给陛下准备了礼物，诚意满满呢。行，姑拭目以待。不过以花县主的能耐，送烤饼是最稳妥的了。太子殿下，臣女觉得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，实属年幼无知，过去的不如就让它过去吧。闪开！前面上车，撤！闪开！那现在能过去了吗？我过去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拦我们花家的马车？是鹰王殿下。鹰王殿下是有何事如此急迫？哎呀，我那大皇兄素来勤勉，
每日上朝都要最先抵达，自然要快马加鞭。这样啊。太子殿下，你听鹰王的这个马蹄声，都能感受到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呢。他甚至不惜闹事纵马。太子殿下，您可不能输给他呀。所以臣女觉得你不应该再浪费时间送臣女入宫了。花县主有所不知，玄玉京的人都知道孤有多么的懒散，恐怕会让花县主失望了。盯着我的时候可没见你懒散。另外，孤就是喜欢和花县主待在一起。你可算了吧，您不用等臣女了，臣女身子不好，有些走不动了。既然花县主身体不好，那姑亲自扶你吧。哎呀，殿下，我要晕了！不着朝服，不守规矩，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女孩子，那就算花家是人质，也不应该这样被对待啊！殷王殿下，还请谨言慎行呐。我不行了，我要晕了！哎呀，好晕啊，要晕倒了！晕倒的药啊，吃完了赶紧走。还真拿对了。一会儿去偏殿待着，等着传唤你再过去。走，跟着姑。哟，大皇兄，今日穿的可实在是整齐啊！哦，有意中人了。哎呀，大皇兄这么多年来，你总是比我快一步。田尚书，瞧着有点憔悴啊。哟，这袖子里藏的是什么呀？多谢太子殿下挂念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传花县主上殿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陛下。臣女终于见到陛下了。在臣女来之前，爹娘曾和臣女无数次提起，陛下是如何的英明神武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龙章凤姿。臣女身子不好，多有冒犯。魏明月的女儿居然如此娇弱啊！这几日在玉京还满意吗？既然说到此事，我趁此时机赠他一本。对，回陛下，特别满意。臣女一到玉京，太子殿下便亲自来迎接臣女，所有安排一应妥帖，千真万确。还有各位叔叔伯伯们也非常的照顾臣女，他们还送了臣女好多礼物呢。尤其是田伯伯，他送了臣女很多布帛锦缎、吃食用度，甚至连佳明姐姐的夜明珠还送了臣女一颗呢。真是谢谢田伯伯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家父在边关时就和臣女说过，大家都对花家特别好。现在一看，果然不假呢。还有姚伯伯，知道臣女的爹娘喜欢舞刀弄枪，还特意送了臣女一个兵器架子，里面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呢。还有朱伯伯，他也送了臣女很多玉京的食物，应有尽有。这2日，臣女都有些吃胖了。二位大人，事情必然没有这般简单。
我等切莫轻敌呀。御史大人言之有理，但你不必担心。怎么讲？我们还有第二方案。我看看。哎，林大人有交代，明日早朝才能当堂打开。臣启陛下，老臣这里有一份奏章，是银青光禄大夫林徽之林大人转交来的，他让我一定要亲自交给陛下。敬陛下圣安。老臣曾于殿上直见花家军穷兵黩武，因而奉此领罪，转到外省。谁料于京郊驿站巧遇花县主。喂，慢了，快点儿！官差大哥，这位老人是犯了何罪啊？为何带这么重的脚镣？这位犯官在朝堂上弹劾花大将军穷兵黩武，边境将士嗜血成性，触犯了圣上，被判了流放之刑。那流放都算轻的了。小小年纪，心思如此歹毒，老夫身为人臣，自当效忠朝廷，为民请命。华应亭四处征战，耗尽百姓钱财无数。金破国常年侵占我国领地，我们不去反击，难道要任由他们嚣张？嘴上说着为民请愿，而实际上却不管不顾边疆的百姓，这叫什么？啊，伪君子！尔等黄毛之辈，满口胡言乱语！饭来了，饭来了，饭来了！官爷，这是他的饭。袁伟啊，我突然觉得头好晕啊！啊，而且很想吐，实在是闻不得半点荤腥。快去打翻他！好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位小哥，赶快再帮这位大人做晚饭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加半点荤腥哦。你什么意思？大人，您是被流放的，还吃什么肉啊？边关的百姓1个月都吃不上几回肉呢。您不是为国为民吗？那自然是要与百姓同甘共苦啊。花县主行事乖张，嚣张跋扈，臣以为他是在花家的教导下，这才心怀怨恨。花琉璃，你怎么敢？林徽之他就算是被贬的官员，但人家之前那也是朝廷命官呐。花琉璃，你这是目中无人呐，是不是？这等事啊，老臣都不敢多想啊。那林徽之林大人受了多大委屈啊！就是呀，花县主这个行为是有点过分啊。花师娘娘你好，小女子今日来求姻缘，愿得一如意郎君，相貌英俊，性格稳重，对我好的，反正不要像裴继怀那样就好，拜托拜托了。就这儿，这花神庙可灵验了，求什么都行，就是求姻缘不行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听说的。等会儿我们进去拜一下，对，给家人祈个福也挺好的。对，不求姻缘，祈个福啊。花县主行事乖张，嚣张跋扈，臣以为他是在花家的教导下，这才心怀怨恨。花琉璃，你怎么敢？林徽之他就算是被贬的官员，但人家之前那也是朝廷命官呐。花琉璃，你这是目中无人啊，是不是？这等事啊，老臣都不敢多想啊。那林徽之林大人受了多大委屈啊！花县主这个行为是有点过分啊。念。谁料，当老臣正要启程之时，却发现院落之中竟是死机。结账。好嘞。结账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谢谢。好嘞。
客官慢走。死了！姑娘，感谢救命之恩，感谢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反正不给你吃肉。给犯人的吃食怎会如此丰盛？还有肉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钦差大哥，护送的这一路上，一定要好好照看这位大人的吃食。原来花家县主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臣，想来他的骄纵、挑剔、矫情，也是为了不打草惊蛇。花县主明察秋毫，救人于危难之间，甚至连老臣的后续安全都考虑周详，可谓是大义大智慧，老臣远远不及。林徽之这个老骨头，还是花县主可爱啊！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父皇，儿臣有事禀报。说。花县主是个娇弱善良的女子，儿臣却听说进京这几日，有人故意为难她。儿臣希望父皇下旨，好生照料她。儿臣以为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应该针对花县主，有问题找花家便是。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都是花家，花家屯兵边关，劳民伤财，眼下又要与那金破和谈。何不裁撤军队，还天下一个安宁，亦可表达我大计和谈之诚意。这下你又该如何破局呢？太师一直都不说话，不知意下如何呀？陛下，老臣以为，英王之话有些道理。如今天下杜太师作为文官之首，确实不好对付。待时而动。如若以往那般筹措军饷钱粮，每年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，于朝廷，于未来和谈都无益处。英王提议，不失为一个可行之策啊。必须要出手了。陛下，这些臣女实在是不懂。不过臣女来之前，爹爹曾让臣女给陛下带来2样礼物，陛下可否让臣女先把礼物呈上来？准。谢陛下。不过臣女带的礼物有些大，怕是不方便呈在殿中，不知可否让陛下和各位大臣移步殿外呢？三才啊，你替朕去看看。是陛下。谢陛下。几个烤饼，有什么不能搬进店里的？陛下，陛下，是什么礼物啊？陛下，花县主摆出了当年青崖镇一战，花家军与金破大军的对垒。带朕去看看。这英王殿下和花县主在这沙盘上较量起来了。这是我们边关的一个小玩意儿，爹爹常用此盘演练兵法，不知哪位大人可愿意赏脸赐教？本王来。本王派兵，中队直攻，东西两路左右包抄。什么意思啊？英王殿下，您饱读诗书，不懂奇语吗？本王当然明白什么意思啊。英王殿下，您真的会使奇语吗？怎么还指挥弃城逃跑呢？不是，本王是想调遣中队。本王的大部队已将你困住，
大胜在即啊！你怎么知道是全部呢？本王输了。鹰王殿下，这不是真的战役，您不必放在心上的。此言差矣。若这是真的战役，本王绝对不会输。鹰王殿下，战场岂是儿戏？您的意思是说，您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军之首吗？花县主，花家手握重兵，还如臣降之，这本就是大势所趋嘛。鹰王殿下之意是欺负我们武官没人吗？如今太平盛世，要这些武官有何用？你说什么？一天到晚，你们能过太平日子吗？你说他这话说的，好一招挑拨离间！你说你堂堂一个太子，怎么允许他们这么胡闹呢？让他们停下！都停下！谁都不许动！你们眼里还有陛下吗？父皇，儿臣认为，大人们日日你参我，我参你，私下生出嫌隙，不失为劳逸结合的方式。父皇，儿臣认为破天荒第一回，而今日这般情况，还真的是要感谢花县主呢。请陛下恕罪，臣女是念及千千万万守卫国家的将士，一时义愤。朕已经多年未曾远赴战场了，但是即便当年，朕也绝对不敢说出代替护国大将军这等狂妄之言。陛下，您可还记得青崖镇一战？朕当然记得，那是我大晋将士以少胜多最惨烈的一战。臣女还有一物想要呈与陛下。这场战役中，我方虽杀敌方万人，最后仅存数骑。当时留守在城池中死守的将士们，都自发签了生死状，包括护国大将军。他们当时只有一个意念，就是要守住青崖镇。此阵失守，我大晋于危难。最后将士们一个又一个的倒下，却没有一人退缩半步。兄弟们，杀出去！他们无人是为自己而活，更无人是为自己而死。诸位，你们只是看到了花家陈兵边关，却没有人看到大晋的将士们血染战场。他们是为了父母而战，为了子女而战，更是为了大晋的太平盛世而战。父皇，儿臣去就来。花县主，太子殿下，请问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倒也不是什么战局的问题，
而是花县主不是一直身体虚弱吗？哎呀，大意了！臣女刚刚太过于亢奋了，现在突然觉得好晕，还是用老招数保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腰，快！表现得太过出众，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花县主，朕问你，今年多大了？回陛下，臣女今年刚满18。那也到了该婚配的年纪了，可有心仪的男子啊？臣女并没有心仪的男子，而且，臣女身子不好，又怎能连累他人呢？就你方才棋盘演兵那架势，我大晋国最优秀的男子，你都配得上。这样，待朕好好为你选一选，一定给你选一个如意郎君。啊！三才啊，陛下。一会儿让贤妃来见朕。是，陛下。贤妃？难道是？退朝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小姐，皇上好像要让你嫁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如今家人都在边关，我花家局势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却有许多人都盯着呢，指不定哪天就要轰然倒塌了，哪有什么心思去思考嫁人之事啊？况且那个鹰王脑子不好，而且长得也不怎么好看，但皇命不可违，我们要另想对策。要说论长相，还是太子殿下好看一些。可是太子殿下也太可怕了些吧？居然都送上门来！小姐，完了完了，我家小姐被马吓晕了。小姐，哎，你家小姐是谁啊？我家小姐是护国大将军的独女，花县主花琉璃。花县主被马吓晕了，他当街纵马，还把责任推卸到我身上，真是脑子有病。小姐，别生气了，吃颗饴糖。都不给我扒开吗？小姐，其实吧，我觉得你最不能忍的是他不捧场。那是自然，娇弱小女子，他都不心疼。他这糖怎么这么黏啊？岳伟，你现在就去街上，一定要找一个最具影响力的人来说，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。你就说这个鸡怎么生的鸭蛋？那个鸭呗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哥哥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医馆怎么走啊？哟，你不是花家的侍女吗？那你问医馆做什么呀？这个嘛，我们家花县主不让对外说，这个让我怎么说嘛？哎呀，我是肯定不往外说的，你跟我说说呗。姐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家县主啊被吓晕了。今天他在朱雀街上碰到了纵马的鹰王殿下，然后，哎呦，殿下，哎呦，是花县主啊，这么巧。
那花县主怎么晕倒了呢？本王的马从来没有惊扰过任何人。殿下，县主他晕了呀。这花县主身体也太弱了，就该好好在家养着，不要出门。那还穿得如此单薄，哎呀，这般娇弱，那如何嫁给本王这晋国最优秀的王子？花县主，你不要担心啊。虽然你配本王差了些，但若是父皇执意如此，本王也不会嫌弃。小姐，燕王殿下，您是觉得是臣女惊了您的马吗？哎，无妨。那臣女真是万分抱歉。好了，本王不介意啊。花县主，你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本王就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真的要气晕了！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我倒是听说了，但是有人说不让我们传扬。对，这个英王殿下每日打马经过，这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，竟然他还撞晕了花县主啊！是夏月。都差不多。那你就是给花县主抓药去吧。那医馆在那边，你快点去，别耽搁了花县主的安全啊！好，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往外说哦。那是自然。哎，这英王殿下骑着马，把花将军的女儿给撞晕了，多吓人呢，差点撞死！哎呦，吓死人了，我都有点受不了。那么严重？啊，我早知道了。哎，你们知道这事儿吗？是英王殿下不满意皇帝把这花县主赐婚给他这事儿，他今天早上骑马的时候，故意就把他给撞了。就他那小体格啊，孱孱弱弱的，当时啪一下子撞出去8丈远。这不是添油加醋，当时还是火上浇油啊！才下。太子殿下带着御医去为花县主诊治。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？这现在还没醒呢。太子殿下，花县主还在休息呢，他还没醒呢。您要走开！您在前厅稍等一下。殿下，您现在真不能进呐。散！果然那日的刺客都是被这阵法，还真挺是那么回事的嘛。我终于明白这小姑娘留下东西的作用了。太子殿下所言何意啊？花县主在这院子里布了好几个阵法，跟着姑走，不然可进不去。这是阵法？太子殿下，您真不能！太子殿下，去通报，姑来瞧瞧你家县主。小姐，县主，太子殿下怎么来了？恕臣女身体娇弱，不能相迎。姑知道你身体娇弱，这不，特意请姑的御医来给你看看。不想你被大皇兄的马惊着了。来，去
去看看。太子殿下，奴婢已经为我家小姐拿了药了，只需静养，就不必劳烦御医大人了。不可，姑方才听县主的声音都变了，必须确保无碍。御医，来。太子殿下，渊伟，不得对太子殿下无礼，让御医来看吧。请让下官为您把把脉，您将手伸出便可。控制经脉，强行逼出气血。您今日被马惊厥，可有什么其他感受？就觉得嗓子有点疼。渊伟，哎，你替我回答吧。啊，我家小姐是自幼的毛病，这个惊厥也是陈科落下的连锁反应。啊，难怪呀，难怪这脉象如此奇怪。花县主这是血虚不补，元气大亏，动不动晕倒也十分有可能，需要静静调养，还要服之以药食啊。院有阵法，书有兵书，刺客被俘，这一桩桩连起来，居然还在给姑装病。县主这脉象，估摸着倒是十分正常啊。一定是听到您来，他太高兴了，所以就好了呀。姑看未必，姑倒有一个想法。以姑看来，花县主这身体啊，实在是没什么问题，而是心有问题。父皇今日透露想为你许婚给大皇兄的意思，可是你一出宫就被大皇兄的金马给吓晕了，莫不是故意装病？是不想嫁给大皇兄？是啊！不行！怎么会不想呢？花家家训有言：至高行节，经世卫国。若这是陛下的心意，臣女自然是要嫁的。嫁谁都可以。英王也有很多优点呀，例如他很自信，还有自信，他特别自信。臣女就喜欢自信的男人。所以你当真要嫁给他？陛下都已经下旨了，臣女自然要奉命行事。只是臣女这身体还需要再休养一些时日，所以……好，那姑就不打扰花县主休养了。御医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怎么了？那个。还想请御医大人留步。我府上的管事宋叔，之前在战场上曾受过重伤，如今御医来到家中，还想劳烦江御医帮他看看。至于太子殿下，臣女就不多留了。毕竟臣女的府上能招待太子殿下的，就只有烤饼，还请太子殿下莫要介怀。谁要赖着吃你家的饭？岂有此理！小八，等御医回宫，你让他给花县主开最苦的药，你再回来，一定要看着花县主全都喝掉。
是，殿下。等等，那些刺客底细，赶紧让季怀查一查。是。嘴上皆是顺从，实则句句带刺，还臣女就喜欢自信的男人。多谢太子殿下的关心，只是臣女一直都在服用的药，所以……花县主，请见谅。太子殿下说了，您必须要将这些药尽数喝完，否则小的没法回去复命，恐怕会被殿下乱棍打死的。多谢花县主救我一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花县主，小的明日再来给您送药。多谢殿下的关心。糖啊，真的太难喝了。渴死我了，让我先喝一口啊！哎呀，这两个小毛贼简直是蠢笨刁滑，一个说自己是晋国人，只是去看热闹的；另一个你知道怎么说？说自己半夜不知被谁给扔到了花宅，还个个都不承认。那你就没办法了。和殿下日日待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没办法？既然他一口咬定说自己是晋国人，我就问了他们一个晋国人尽皆知的问题。我问他们，对您是什么看法？您猜怎么说？他们说您是勤政爱民，德才兼备，还有什么堪当一国表率。这一看不就是敌国派来的吗？那在我们晋国，谁不知道太子殿下那叫一个……我看你啊，倒像是敌国派来的。殿下，特殊情况嘛，所以就假借了您的威名。殿下您宽宏大量，应该不会和我计较吧？这几个小毛贼你就留着玩吧。太震惊了！英王殿下居然对自己的未婚妻准王妃做出这种事儿来，明知道她身体虚弱，却不顾侍卫的阻拦，当即将她下晕。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他做这种事儿还不认这个账，还让下晕的准王妃给他道歉。可怜呐，准王妃是虚弱无力，还要众目睽睽的给他道歉。那英王殿下呢，连个大夫都不给准王妃找啊，居然扬长而去。哎呀，太惨了呀！没了，这真是太惨了。季怀，赏钱，让他继续编。